撒母耳記下第23章，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。耶西的兒子大衛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膏的，作以色列的美歌者，說：耶和華的靈藉着我說，他的話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說：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執掌權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無雲的清晨，雨後的晴光，使地發生亂草。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，神卻與我立永遠的約。這約凡事堅穩，關乎我的一切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，他豈不為我成就嗎？但匪類都必像荊棘被掉棄，人不敢用手拿他。拿他的人必帶鐵器和槍桿，終究他必被火焚燒。大衛勇士的名字記在下面：他甲門人約設加設，又稱伊斯尼人亞底拿，他是軍長的統領，一時擊殺了800人。其次是亞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。從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，以色列人迎着上去，有跟隨大衛的3個勇士向非利士人罵陣，其中有以利亞撒。他起來擊殺非利士人，直到手臂疲乏，手拈住刀把。那日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，眾民在以利亞撒後頭專奪財物。其次是哈拉人亞基的兒子沙馬。一日，非利士人聚集成群，在一塊長滿紅豆的田裏，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。沙馬卻站在那田間擊殺非利士人，救護了那田。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。收割的時候，有30個勇士中的3個人下到亞杜蘭洞見大衛。非利士人的軍兵在利弗音谷安營。那時大衛在山寨，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恆。大衛渴想說：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裏的水打來給我喝。這3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，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裏打水，拿來奉給大衛。他卻不肯喝，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，說：耶和華哦，這3個人冒死去打水，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，我斷不敢喝。如此，大衛不肯喝。這是3個勇士所做的事。洗魯雅的兒子約押的兄弟亞比篩是這3個勇士的首領，他舉槍殺了300人，就在3個勇士裏得了名。他在這3個勇士裏是最尊貴的，所以作他們的首領，只是不及前3個勇士。有甲薛勇士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行過大能的事，他殺了摩押人亞利伊勒的2個兒子，又在下雪的時候下坑裏去殺了一個獅子，又殺了一個強壯的埃及人。埃及人手裏拿着槍，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，從埃及人手裏奪過槍來，用那槍將他殺死。這是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3個勇士裏得了名。他比那30個勇士都尊貴，只是不及前3個勇士。大衛立他作護衛長。30個勇士裏有約押的兄弟亞撒黑、伯利恆人朵多的兒子伊勒哈蘭、哈律人沙馬、哈律人以利加、帕勒提人希利斯、提哥亞人益吉的兒子以拉、阿拿特人亞比以謝、戶沙人米本乃、阿合人撒滿、利陀法人馬哈萊、利陀法人巴拿的兒子希納、便雅憫族基比亞人利拜的兒子以太、比拉頓人比拿亞、加實溪人希泰、伯亞拉巴人亞比亞本、巴魯米人亞斯馬弗、沙本人以利亞哈巴、亞善兒子中的約拿單、哈拉人沙馬、哈拉人沙拉的兒子亞希暗、瑪迦人亞哈拜的兒子以利法列、基羅人亞希多弗的兒子以連、加密人希斯萊、亞巴人帕萊、
瑣巴人拿單的兒子以甲，加德人巴利，亞捫人法勒，比錄人拿哈來，是給洗魯亞的兒子約押拿兵器的。以帖人以拉，以帖人加納，赫人烏利亞，共有37人。